一位小朋友自己喺遊戲室度玩，佢拎起一對長頸鹿爸爸媽媽同埋一隻小長頸鹿 BB。小朋友擺放長頸鹿父母一齊照顧同埋小長頸鹿一齊玩嘅情景，而佢就扮演長頸鹿父母講：我哋可愛嘅 BB， 我哋一齊玩好嗎？小朋友就扮演長頸鹿 BB， 開心咁講：好啊好啊！佢哋喺花園跳動，追逐奔馳，有傾有講，充滿笑聲，係一個幸福快樂嘅情景。小朋友玩下玩下，唔覺意瞓着咗，發咗一個夢。夢境入面見到小朋友嘅爸爸媽媽同佢自己喺公園入面玩佢最中意嘅瀡滑梯，而且爸爸媽媽仲張開雙手喺滑梯嘅尾段，喺佢好快瀡落嚟嘅時候迎接佢。佢覺得好安全同埋好開心。小朋友喺夢入面笑咗一聲就醒咗啦。小朋友醒咗之後有種莫名其妙嘅憂愁，因為爸爸媽媽太忙啦，而且唔識同孩子相處，婚姻關係變差。爸爸媽媽成日都鬧交，小朋友感受唔到佢哋嘅關愛，覺得佢哋唔明白自己，因此好難同佢哋親近，好似有一道牆隔住咗佢哋咁。父母成為可親近嘅人係重要嘅關鍵，等孩子從中獲得安全感。孩子好需要父母建構一個安全圈，滿足孩子嘅需要。當孩子出外探索呢個世界嘅時候，父母就要建立一個安全基地，去支持、幫助以及看顧。父母同時建構一個安樂窩，當孩子探索後可以返嚟，得到父母嘅安慰、保護同埋一起同樂。父母必須學會情感回應嘅3項主要元素，成為一個 ARE 嘅家長。ARE A 可親性， R 回應性， E 投入性。可親性，孩子能找到你哋嗎？父母隨時對孩子敞開心房，聆聽孩子嘅渴望，情感依附你哋嘅信號。回應性，孩子能信賴你哋會喺情感上回應自己嗎？可回應孩子嘅需要，以安撫同埋關心回應。投入性，你哋會珍惜孩子並陪伴喺孩子身旁嗎？將注意力給予孩子，並有情感嘅投入，心喺孩子嘅身上。父母要成為 ARE 嘅家長，同孩子安全感聯繫，必須明白孩子嘅深層情緒同埋情感依附嘅需要。例如家長返屋企之後，孩子好想同你哋玩，但家長一句唔好玩啦，你太懶惰啦，快啲去做功課啦。請家長留意孩子嘅情緒同埋身體反應，會唔會覺得唔開心、低頭、內心有情感依附嘅恐懼，但係又渴望同家長聯繫，咁樣孩子嘅行為就會變得冷漠，親子關係距離漸遠。因此家長要辨識當下孩子嘅需要，而作出適當嘅情感回應，同孩子連結，增強親子關係。父母同孩子就建立安全同親密嘅關係，快樂咁生活。賽馬會在思婚姻伴孩成長計劃嘅宗旨係支援掙扎緊係咪離婚嘅夫婦，希望可以俾夫婦重新檢視婚姻，減少怨恨，作審慎嘅離合抉擇，從而減低對夫婦同孩子嘅傷害。詳情可以瀏覽我哋嘅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或者打27827560了解更多啊！鍾意我哋呢條片，記得 Like、Shar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我哋下條片再見。